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南自造基地积极咧推动台湾本土化的无人机。这个无人机的零组件有高达65%，拢咱台湾家己做的，咱家己设计，家己来试飞。为着要替无人机的比赛来做宣传，马上展示一场的表演。七彩的光点，伫个夜空飞行变换队形，非常的精彩。 无人机准备中，最后关头，工程师调控好每一项数据，要互表演一档完整的呈现。就等起飞一下令，大展身手。热血光点伫空中闪闪烁烁，表演开始，变换队形。伫夜空看到一只希拉雅的鹿仔。在台湾，我们有这么多好厉害无人机群飞的技术。 台南夜空真热闹，台南自造基地带来8台无人机的表演，那是演出内容爱本土化，无人机的制作嘛爱讲究在地研发。这次 MIT 的团队，不管在技术，不管在软体，不管在操作，通通都是国人自己来做，是一个蛮环保的哈，所以相信对台湾整个各地的这种地方活动甚至年底的选举，也许也可以很多造势会可以用。 首场表演马替无人机军飞的竞赛做了成功的宣传。11月16到11月30，全台好手要伫空中展开一场美丽对决。